鼻塞最慘係咩？唔係唔舒服，係夜晚塞到瞓唔到，要擘大個嘴瞓覺。喺英國買鼻塞藥嘅選擇又多，到底點先唔會買錯？大家好，我係徐藥師，英國註冊藥劑師。今集英國感冒藥點揀講鼻塞，我用一個好簡單嘅原則，由最安全、最基本嘅開始，唔夠再加強。第一步，鹽水噴鼻或者洗鼻 （nasal saline）。如果你係一般感冒引起嘅鼻塞，首先可以先試用 nasal saline， 佢可以幫你沖走分泌物，減少鼻腔刺激，令到你冇咁塞㗎。大部分人都適合用嚟做日常舒緩都 OK， 日頭夜晚都可以用。第二步，通鼻噴劑 decongestant nasal spray。如果真係塞到爆，想快啲通到氣，可以考慮短期用通鼻噴劑，通常起效好快嘅。但係記住，跟包裝指示用，唔好連續用太多日，唔係有機會越用越塞嘅，造成反彈性鼻塞。第三步，口服通鼻塞藥，例如係 pseudoephedrine、phenylephrine。如果你想通得更明顯，有啲人會選擇用口服嘅通鼻塞成分，例如 pseudoephedrine 同埋 phenylephrine 咁。但係呢類型藥有機會令到你心跳加快、血壓上升，所以如果你有高血壓、心臟病、甲狀腺問題，或者本身食緊某啲藥，建議先問問藥劑師嘅意見先好食啊。咁幾時需要求醫呢？如果你塞到有面頰痛、發燒持續、症狀越嚟越嚴重，或者呼吸好困難，就唔好淨係靠成藥啦。建議用111分流或者求醫啦。本影片只作醫療科普資訊，不構成個人醫療建議。如果你想睇更多關於英國醫療同用藥資訊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有咩問題歡迎留言問我，我會盡量解答。我係徐藥師，我哋下次再見。